总统蔡英文的访问行程交到邦国贝里斯，明仔载对飞去美国洛杉矶见美国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马来西亚国会将通过新法案，有一寡过去强制判死刑的罪，即阵除了死刑，还当判30到40年的刑期甲平刑。美国就月球的阿提米斯计划明年正式载人上月球。NASA 公布太空人名单，成员有一个女性甲一个非洲裔。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总统蔡英文今日是到贝里斯访问，伫因的国会演讲，伊是讲到有国家小想要迫害台湾甲贝里斯的友谊，暗指中国得甲咱右后骹。蔡总统访问的行程，明仔载到美国洛杉矶。美国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办公室发采访通知证实，明仔载甲蔡总统见面。顶日啊，中国时报调几落解，讲蔡总统若是甲麦卡锡见面，就反击。咱的总统府即阵是表示，中国无权插嘴。贝里斯参众两院议长递交友台动议，总统蔡英文伫过5年了。国访问贝里斯国会，伫咧洪都拉斯甲咱断交了后，全力稳固友邦。蔡英文也重申5年前伊讲过，双方友谊毋是空嘴的承诺，也批评中国乌壁卡。While we recognize that there are countries that seek to insert that wedge into this friendship, we have remained close because of our common values and our shared vision for a more prosperous and peaceful future. We will also continue to work together to demonstrate that democracies help one another and we deliver. 蔡英文强调，贝里斯长期挺台，毋但通过友台决议，也几多遍伫咧国际上为台湾讲话。两个国家的合作计划诚多，也见证签署台北技术合作框架协定。贝里斯总理也讲，贝里斯的学生若要出国发展专业，第一个选的国家拢是台湾。May I add, Madam President, all of them fall in love with Taiwan. 总统出访变外交，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办公室也发采访通知，证实4月7日会伫洛杉矶的雷根图书馆甲总统蔡英文见面。总统准备好要跟麦卡锡见面，聊些什么了吗？总统，我们今天不是来看羊吗？什么时候看麦卡锡？虽然双方会面的细节也无公布，不过中国已经几多遍威胁，讲若两个人见面，将会采取措施坚决回击。总统府回应，期待甲麦卡锡见面交换意见，中国无资格讲话。我想引用雷根总统的一句名言哦：如果正义足够勇敢，邪恶就会失去力量。民主台湾要跟民主的国家进行交流。这是台湾2300万人民的权利，中国没有智慧的余地哦。记者综合报道。芬兰今日正式加入北约，成做因的第31个成员国。芬兰民众普遍是认为讲加真有安全感，因为芬兰甲罗西亚的土地是相接的。自从罗西亚去拍乌克兰了后，芬兰就真不安。当芬兰加入北约，北约防线就加1300多公里，将做一条切甲明明的分界线。北约官员就指出，芬兰目前是也未要求北约的军队进驻。不过，罗西亚已经宣布讲要加强因伫咧西北部的军力部署，因应芬兰加入北约这件代志。佮强调讲，若是其他的北约成员国伫咧芬兰部署军队，因就会提出其他手段。北约伫比利时的总部外口有一个旗杆是空的，但係要挂芬兰的国旗，因为芬兰将会伫咧随时正式加入北约，成做第31个成员国。到时芬兰会伫遮升国旗。北約秘書長講，這禮拜有特別的歷史意義。This is a historic week. Tomorrow we will welcome Finland as the 31st member of NATO, making Finland safer and our alliance stronger. 伫咧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了，和芬蘭加瑞典放棄幾多10年來軍事無革命的立場，希望加入美國帶頭的防禦聯盟北約。土耳其是最後一個同意芬蘭加入北約的會員國。大部分的芬蘭民眾攏認為加入北約會較有安全感。And I think it will give us some security, and it's something that we have really waited for. Much safer to live here in Finland because we have a long border between Russia and we haven't been trusted so much that border has been always so safe and good keeping. 伫
伫芬兰加入北约了，将会和北约加俄罗斯陆地边界扩大一倍。北约官员讲，芬兰也未要求北约伫咧芬兰的领土驻军，因为俄罗斯加芬兰的陆地边界有1300公里。俄罗斯强调，将会加强国内西北部的军力部署。那其他的北约成员国家伫咧芬兰的领土部署军队加资源，俄国也会采取其他的措施来确保军事安全。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日本专日航空公司将下晡电脑系统故障，无法度订票，旅客嘛无法度办登机。153个航班2万多人受影响，目前已经恢复正常。韩国朝鲜日报报道，7亿外人咧使用的中国第3大手机买物件 App 拼多多，互人夜空讲有藏恶意的软体，会当监控使用者通话、监视甲相片，严重威胁到资料安全。英国 Times 报道，英国政府按算伫咧南部波特兰港，甲一只大型的船改做难民船，去用500个难民。不过，这特工的开销是超过2万英镑，更有可能影响到当地观光，引起争议。昨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公布新的太空人名单，预计伫咧2024年11月，坐阿提米斯2号去射月球。上尾是《华盛顿邮报》根据上新的卫星相片，罗西亚军伫咧往克里米亚半岛周边挖掘了10条几公里长的沟，从乌克兰反攻甲克里米亚摕倒转去。巴西大城里约因为温带气旋海岸加大影。不过，意外是有民众冒险去看影，结果是有一个查甫人去互影架去，加载人受救回来。一波搁一波的大影冲向里约河边，伫河边看海影的囡仔是惊甲叽叽叫，赶紧逃走。受温带气旋甲冷风过境的影响，巴西大城里约沿河拜日出现小光影，有民众发现一个查甫人互大影赶走，赶紧报警。Eu olhando para ali, eu só vi quando uma pessoa caiu, eu não sabia. Aí eu corri e fui chamar alguém, falei pro policial, o policial falou, deve ser alguém para mergulhar. Falei, não, a pessoa caiu. 这查甫人后来被冲击面两边有贴管的疏风刀，警消城市偏所会领到刷入去提救生腿，伊顺利爬上岸时阵，围观民众拢拍破啊，大大松一口气。面对这种歹天气，当局早前海山部查红旗仔警告唔通落水，不过也是看到不少人咧拍球、练太极拳，部分民众认为安尼实在太过冒险。A água é tão forte que ela chega a mais de 50 metros de altura no costão ali da linha do Niemeyer, impressionante. Então, todo cuidado é pouco, esperar o mar acalmar. 目前海军部门已经将海岸警戒延长到拜日，呼吁民众避免去海边活动。公司新闻将回面评价。美国让50年，搁再重新启动上月球的计划。去年11月，阿提米斯1号无载人上月球一练。但 NASA 是公布阿提米斯2号月球探索任务的人员名单，是有4个太空人，预计上紧明年底就出任务。不过，这阵也未登陆月球，是先探路为未来登陆做准备。又捌做过 NASA 太空人办公室主任的魏斯曼做指挥官，成员有一个女性是库克，甲一个非洲的格罗夫，因会加做月球任务有史以来头一个女太空人甲非裔太空人。美国国家航空和太空总署 NASA 车衫伫德州的休斯顿太空中心，向外界介绍阿提米斯2号月球探测任务的4个太空人。这和较早的任务较无同的所在伫即摆是第一摆有女性和非裔加入。今年44岁克里斯汀娜·库克是一个电机的工程师，我伫太空执行任务328天，是创女性太空人上久的纪录。2019年10月，和杰西卡·梅尔伫国际太空站执行第一摆全女性负责的太空漫步。今年46岁，维克特·格罗夫是一个非裔，伊是海军飞行员出身。2013年加入 NASA，2020年是第一摆去太空，是第一个伫太空站半年非裔的美国人。We're going to stay in an amazing high orbit, reaching a peak of tens of thousands of miles while we test out all the systems on Orion and even see how it maneuvers in space. And then, if everything looks good, we're heading to the moon. It will be a 4-day journey going 250,000 miles.
拢总10天的阿提米斯2号月球探测任务，计划伫2024年年底，也是2025年年初出发。这个太空人是要登陆月球，因主要是替阿提米斯3号的登月任務開路。The largest, most powerful rocket in the world is going to propel them onward and upward into the heavens, and they fly to the moon. This is Artemis 2 mission. 这个成员内面，即摆47岁的瑞德·魏斯曼，捌是 NASA 太空人办公室的主任，即摆是阿提米斯2号任务的指挥官。即摆47岁的加拿大籍的杰瑞米·汉森，伊较早是加拿大皇家空军战斗机的飞行员，即摆是伊第一座太空之旅。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美国的阿波罗月球计划过去是真出名。上尾一座行动的指令长尤金要登来地球进前，捌讲凡世爱等一阵嘛，才有人类去月球。不过相信唔免等介久，想袂到这一个等就是半世纪。阿波罗计划甲这个阿提米斯计划两项差50年，这那当然技术有进步啊，竞争的对手嘛已经无同。1960年代，阿波罗计划只是派人就月球留下记录，是美国甲苏联太空竞争所产生的结果。不过，这回阿提米斯计划是按算要去月球基地，搁要为人类探索火星来做准备。而且，这阵美国已经不是太空界唯一的强权，美国甲欧洲合作要对抗太空科技愈来愈进步的中国甲罗西亚。欧洲甲美国联合防御已经对地球提升到太空，各国咧为家己争取太空安全甲利益。所以来关心安乐死的议题。安乐死伫咧法国已经争论真久，去年组成的公民会议经过3个月的辩论，落尾有接近80%的参与者赞成有条件开放安乐死。总统马克宏就表示讲，今年热人结束进程会提出相关的法案。43岁伊姆夫自出事倒病身躯都袂振动，目睭嘛部分受损，大汉了行尾摔倒，肋骨受伤，即摆已经无法度控制四肢，干那镜头会当振动。Oh, les douleurs, les handicaps, les maladies, les machins, non, c'est bon, là, j'ai... 伊姆无按算随时要结束生命，毋过认为家己病袂变好，已经有预备安乐死的想法。伊的祖国法国也禁止安乐死，伊敢会当去安乐死合法的比利时接受精神科医生咨询，希望时机若到，会当照家己的意愿结束生命。J'ai pas envie de passer le reste de ma vie dans un foyer. Dans un fauteuil où je pourrais plus bouger, on va me donner à manger où je pourrais même plus parler. J'aurais même plus le choix de faire quelque chose. Ça, c'est pas une vie, ça. 伊姆夫毋是个案，去年比利时有将近3000个人安乐死，其中53个人是法国人，心智动静求死不能，伫法国引起讨论。去年法国政府组成国民会议，随机举办184人辩论，佮含60外个专家会面，3个月后做出结论。La majorité de la convention s'est prononcée en faveur d'une ouverture à l'aide active à mourir. 对国民会议的结论，马克龙总统伫初三做出回应。Je souhaite que ce travail permette de bâtir un projet de loi d'ici à la fin de l'été 2023. Nous avancerons vers un modèle français de la fin de vie. Et ce chemin sera irrémédiablement différent. 马克龙敢若讲，草案有写着是毋是爱允许某种形式的安乐死，也毋过伊无表态赞成也是反对。法国国家医生委员会表示反对。目前伫欧洲、比利时、卢森堡、荷兰、西班牙，安乐死已经合法，也毋过其他欧盟国家对着安乐死内部也有真大的争议。公视新闻徐婉玲编译。马来西亚国会将通过新法案，有7项过去强制判死刑的法令，改做会当判死刑，也是30年到40年的徒刑甲微刑。亲像是绑票、卖枪击、卖毒这寡原本简单死刑一条路的罪，即阵是有较放灵，互法官较有存救的空间。不过这并无代表废除死刑，若是有必要，有缘会当判死刑。针对这款修法，人权团体是表示肯定，佮呼吁政府爱继续往全面废除死刑来发展。
马来西亚国会初三三读通过废除强制死刑法案，正式废除法令当中7项强制死刑部分，包括未抵所死亡严重罪行，比如开枪、未枪甲绑票等，未来免阁面临唯一死刑。Keputusan kerajaan berkaitan pemansuhan hukuman mati mandatory dilihat sebagai langkah yang tepat dalam usaha kerajaan untuk mewujudkan sistem perundangan yang dinamik, progresif dan relevan dengan keperluan semasa. 官员强调，死刑是不可逆转的定法，也未当有效阻止犯罪。废除强制死刑，并不代表死刑无存在。新法是让法官有更较侪裁量权，必要时阵依然应判死刑。I think for most part, we're on the right track. We're on a good track for Malaysia. It's a reform that has been long time coming, and we are not the only abolitionist country in the region. 马来西亚为自2018年以来一直暂停执行死刑，未来新法上路了后，死刑的替代刑法包含加刑3到40年，加变刑至少12个。目前马来西亚有1300个面临死刑加终身监禁的人，应根据新法重新量刑。记者综合报道。澳洲全国的人口是约2600万人，其中原住民是占3.2%。不过，因多数的社会经济指标拢比全国的平均较低。为了提升原住民的权益，澳洲政府是提出公投法案，希望透过公投决定敢要修宪，通过设原住民权利自议会。The question that Australians will be asked at this year's referendum is a very simple one. It will read, "A proposed law to alter the Constitution to recognise the First Peoples of Australia by establishing an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voice. Do you approve this proposed alteration?" 根据修宪提案的内容，未来澳洲联邦国会伫讨论制定还是修改法令的时阵，若影响到原住民的权益，应该爱听主议会的意见。另外，主议会组成的方式、功能、角色和议事定数，拢会互国会另外定法律来规范。支持修宪的原民权益团体认为讲，这是改善澳洲社会原住民重要的一步。The decisions about laws and policies are made in Canberra. And it's of great practical benefit for Indigenous people to be able to give coherent advice to the Parliament about what the decisions that they make should be. 但是反对的这边认为讲，爱真正互原住民权益提升，应该是爱随对教育社福这部分照顾原住民本身的需求。修宪去设主议会是头较大新的一种做法尔。The only thing that really works is treating people equal in the society, helping people who need to be helped in regard to setting up businesses, in regard to making economic prosperity for their people, getting people into schools and into universities, and having healthy, safe lifestyle. 对民调会当看出，澳洲全国大约有3%的民意是支持这摆的修宪，但是根据澳洲的法律，除了要摕到全部选民过半的选票，6个省内面至少要有4个省选民拢有过半支持，公投案才会当通过。公司新闻起家人编译。兔年期大地动到大已经要2个月啊，当初是有一个3个半月的鸭仔，受困5天去互救出来。问题就是讲已经真做孤儿，不过最近是透过 DNA 比对找到妈妈，真使人感动。兔年期2月初6强震了，东寨区下泰省密密麻麻出事，这3个半月查某婴仔受困逃少128点钟，超过5天好运得救。这个奇迹鼓舞人心，查某婴仔健康状况真好，也不过双亲和兄哥可能已经拢亡生，医护人员唔知伊的名，交好做神秘宝贝义人。和其他无人照顾的红婴仔做伙送去首都安卡拉照顾。其实老母叶淑敏嘛得救受伤大院，经过 DNA 比对确认母女关系。神秘宝贝原来合作卫廷白大师，找总统专机，甲伊按安卡拉送转来故乡。54天后，母囝团圆，老母欢喜，甲卫廷抱咧滴针，香港目屎嘛顶落来。Refakatsiz çocuklarımızın ailelerini arama çalışmalarımız gizem içinde geçerliydi. 15 Mart itibariyle annesi burada zaten şehir hastanesinde tedavisi devam eden bir kardeşimiz. Bir eşleşme olabileceği düşünüldükten sonra DNA testiyle annesinin 这场发生伫土司边境的规模7.8强震，已经夺走超过56000人性命，其中5万人伫土耳其，其他伫叙利亚、
救援期间，有一个新生查某婴翁仔嘛受到众人关心。伊老母伫废墟内溃了真出，囝生落来才过身，得救的时阵还未转在。全世界侪人希望会当甲收养，最后伊甲侪地动的孤儿同款，交予亲情抚养。目前甲职工一家12个人做伙住伫灾区的临时天路。公视新闻是会中编译。那讲到泰国的电影，多数的人拢会想到恐怖片。不过，即阵除了电影，佫有专门直播讲鬼仔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主持人是世界收集鬼仔故事，写真侪迷将半暝毋困咧听恐怖故事。 3更半暝伫泰國嘅曼谷，一棟半廢棄嘅商場內面，幾個電台等待放送。กิจกรรมข่าวสารต่างๆ 所頂放送嘅畫面內面，會當看到留言嘅人是一堆，就像嘅半暝無愛困要聽鬼仔故嘅人，攏在等主持人Jack兄或者拉蓬富家弟含刀哥聽種嘅恐怖故事。 ยิ่งเทคโนโลยีทันสมัยขึ้นมากเท่าไหร่ คนมีโอกาสเจอผีมากเท่านั้น เดี๋ยวนี้ผีมาในรูปแบบของแอปพลิเคชัน ในรูปแบบของแชท ในรูปแบบของการคุยโทรศัพท์ ซึ่งเขาสามารถติดต่อสื่อสารกับคนเราผ่านทางไอ้เครื่องมืออิเล็กทรอนิกส์เหล่านี้ได้ 46歲這個兄，伊第120當前，因為經營call in幾啊個嘅電台節目，才受到計程車司機嘅歡迎。即賣因為科技嘅力量，這恐怖嘅幾啊個透過 YouTube、Twitter、TikTok 傳出去，收聽嘅人愈來愈多，年紀嘛愈高。這個兄講，即賣上定講因拄着鬼也是恐怖事件嘅族群，都是外送員，因為因長時間攏佇個曼谷嘅大街小巷走來走去，就得因看到嘅鬼，即嘛因為時代改變攏無共啊。 ถ้าเราฟังเรื่องผีมาตั้งแต่สมัยคุณปู่คุณย่านะครับผีสมัยก่อนจะออกมาแหกอกควักไส้คอขาดผีหัวขาดออกมาหลอกผีกระสือออกมาหลอกแต่สมัยนี้เปลี่ยนไปผีไม่ได้ออกมาตอนกลางคืนอีกต่อไปครับออกมาตอนกลางวันแสกๆเจอผีหลอกตอนกลางวันแสกๆแล้วการแต่งตัวของผีก็เปลี่ยนสมัยก่อนการจะเจอผีเนี่ยจะต้องเป็นผู้หญิงผมยาวชุดคลุมสีขาวแต่เดี๋ยวนี้ไม่ครับเดี๋ยวนี้เป็นผู้หญิงแบบใส่กางเกงขาสั้น 勁煙ขาสั้น這個影伊佇 YouTube 經營，即個講幾啊個嘅電台，已經有要300萬嘅人訂要看。為咗維持節目嘅運作，伊特別請員工在篩選嘅時陣愛較嚴格咧，莫含政治有關係，嘛莫用會去侮辱到黃色嘅幾啊個。而且伊真夠做生意，擱佇電台1樓做咖啡店，毋過一個人聽幾啊個嘅，就會當佇遮含人做伙聽。像即個真市中嘅聽眾，伊嘛是一個警察叫查瓦特，伊就真相信有鬼，講伊佇辦案嘅時陣捌看過。 พอผมไปถึงผมก็ส่องที่หน้าต่างส่องเข้าไปก็ยังเห็นว่ามีคนอยู่ในห้องน้ำครับมีเป็นเงาของชายอ้วนๆไขกุญแจเข้าไปปรากฏว่าไม่มีใครอยู่ในห้องครับแต่ห้องน้ำปิดอยู่และทีนี้ผมก็พยายามดันประตูห้องน้ำครับเข้าไปเพื่อตรวจสอบปรากฏว่าเป็นชายอ้วนจริงครับแต่เขาเสียชีวิตมาแล้วอย่างน้อย5 ชั่วโมงครับซึ่งเรื่องนี้มันก็แสดงได้ให้ผมเห็นว่า คนที่เดินเข้าห้องน้ำตอนแรกครับเป็นวิญญาณของคนที่อยู่ในห้องน้ำที่มาทำให้ผมเห็น睇過這隻恐怖ก็奇怪故事，這個兄敢真正相信世間上有鬼。เกิดมาในชีวิตไม่เคยเจอผีเลยแต่กลัวผีขึ้นสมอง有鬼無鬼無要緊，會當確定嘅是幾啊個佇泰國已經是多元發展嘅流行產業。公視新聞張如平編譯。感謝您收看今日嘅新聞世界通，我是蘇美，咱明仔載同一個時間再會。